大家好，我係林 Sir。喺呢個頻道咧，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啲保安工作嘅心得啊，遇到咩問題佢需要點處理。如果大家喜歡呢個頻道咧，就歡迎大家訂閱、分享同埋點讚。有咩消息咧，就通過大家呢個頻道咧，就話俾大家知。最近咧，大家都睇到啲市道非常之差啦。亦都喺呢兩日咧，就呢個海洋酒店咧，亦都係全線結業。相信咧就飲食業咧，亦都會好差。咁大家對於呢樣業潮，大家點睇咧？好多行業一路跌完，大家會唔會考慮下去轉行做保安呢項工作咧？保安呢行咧就唔會受到結業潮啊，或者咩經濟差嘅所影響咧。就算經濟差，嗰種大廈或者嗰個商廈，亦都會需要請保安員咧。所以咧，保安員都係一個經濟避難所。當大家經濟差嘅時，好多人就轉做保安呢行業。所以大家咧，如果想做保安行業呢行咧，可以隨時聯絡返我哋公司，我哋公司會提供大量嘅保安工作，同時咧，本公司亦都有啲保安培訓課程俾大家去上網上堂咧。歡迎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埋分享呢條頻道。